牛早晚安啊，牛早会先举手好嘛？啊，这洛杉矶啊，晚早安了。安咧举手哈。诶，好，安尼咱今仔日安尼阮中昼也举手啦。阮下晡啊，诶，下晡哦，啦，你下晡哈，台湾午是暗时安哈。啊啦。哦，咱节目愈来愈精彩啦吼！啊，今仔咱有邀请到台湾一位艺术家吼，即个美国一位艺术家，法国一位艺术家三位吼。咱阁有请到即个今年金钟奖的得奖人即个广播奖的得奖人廖新殿阿丁教授啦爱人叫阿丁教授来参加我先来介绍即个阮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的副会长伊叫做伊嘉年啦咱逐个若较熟悉台湾的政治的，咱就会知影讲台湾有一个当社的社长伊文仪伊文仪伊是伊文仪的千金啦伊本身嘛是画家啦伊大学的时阵伊就是读美术，搁兼读迄个环境工程伊即马伊是做即个美国即个都市计划协会洛杉矶分会的会长伊嘛是一个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家伊捌当选过阮遮的美国的台美小姐伊是算1.5代的台湾人啦伊即马有一个足古锥的查甫囡仔8岁较顶仔咱会若好奇的，等下问讲看伊有咧甲教台语无好，安尼我就甲时间交互伊家艺迄艺是迄个艺红顶的艺分艺的艺伊家艺伊的英文名叫做 Catherine。好，请你讲5分钟来介绍你家己嘛介绍 TUF 台湾人联合基金会了，安尼时间就全拢交互何新汉教授。好，多谢。真多谢，大家牛早午安个晚安，真欢喜讲今日有即个足荣幸诶，有即个机会来会当伫遮，甲各位里面分享听各位诶分享，就多谢 Simon 安尼 work so hard I put this event together， 这就有意义诶。亲像 Simon 拄则讲诶。我是一1.5代的台北人，我是伫台湾读到高中2年，读了，迄阵15岁半的时阵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了，就一直伫南加州遮，迄个时阵生活就简单诶，就来到遮，伊就是拍拼想要学英文，拍拼想要讲。融入这个美国的 mainstream 因为迄个时阵，所有人拢认为讲美国是一个 melting pot，所有的伫遮的长辈嘛是拢安尼甲你讲，你就是爱融入你的迄个 melting pot。生活就简单，迄个时阵我读册了咧，就一工练钢琴大概4点钟，放假的时阵就是画图，迄个时阵钢琴弹了袂歹，参加过来。就这比赛诶，到大学的时阵，我去读2个学位，一个就是咧艺术啦，另外一个是环境分析设计。迄个时阵我感觉讲，咱这个 melting pot 的 idea 吼，无伫我的教育，学校教的物件，大学教的物件，毋是这个观念咧，伊是每一个族群拢爱有保有伊家己的核心，伊家己的。特殊的所在，你有看到讲，所谓艺术品内面，请问一下，拄则敢是我拢是 mute？有听到，请你继续讲，不要紧。好，因为我忽然间看到一个 message pop up，发现讲，因为我。交朋友方面，我嘛是拢较无太口求，我无讲亲像足侪台湾人，就是一个 circle 的拢是因家己共款的台湾人安尼。发现讲，其他的族群实在是凭咱个有就信心，就凭咱的信心较济啦。伊是感觉伊的迄个族群性足强诶，嘛无讲有一个重点讲爱。
melt into something else，因为 melting pot 规个 idea 是讲，you have to melt into something else，你爱有家会失去什么物件，啊，你才会讲 join the big mainstream，啊，伫即个 mainstream 内面继续甲 mainstream 群体安尼落，会迄个感觉。毋过伫大学即个过程中央，我甲我大学生活，我感觉讲无啥共款。啊，迄个时阵呢，我就感觉讲，我若讲要伫美国徛起，要做一个成功有我甲会成功的台美人吼，我一定爱去甲我以前伫台湾会晓讲母语的即个能力搁找转来。啊，我就了解台湾的历史啊、地理啊，才会生产的物件。啊，就是迄个时阵，互我熟悉着 TUF 啊，迄是2002的时阵 ，TUF 办一个吼小太人教休，伊伫美国的写迄个神剧《龙珠》的首映会啊，我甲我妈妈去看啊，就感动了安尼。所以到迄个时阵，我再来去 UCLA 读都市计划的时阵，继续发现讲。即都市计划这第一项代志，甲伊讲你 community design 咧设计一个社区，你都是爱先去了解即个所在的文化的本体性，啊，你再来去设计出来，即个空间才会对即个遮的人有意义，啊，才有讲一个永续迄款的感觉。啊，再来发现讲，这一定。美国一定 shift away from the melting pot idea， 即马是咧讲无这我想讲大概讲知影啦，就是一款 art 伊用足细迄个 tile 去拼去搭一个图较大的图啊，所以你看你知影讲即个图是咧表达啥物货，但是你去看你每一个 tile 每一个主体线拢压拢伫遐啊，所以我这过来年伫参与美国的公共就是我的工课，甲足侪 local politics、甲 national politics、state politics 拢有关系。我捌伫恁爱学校做义工妈妈遮，就真正是看着讲即个 shift away， 所以我感觉讲，即个中央 TUF 对我就有意义的，因为伊就是伫美国咧做台湾的文化的物件，啊，互美国遮的人会当去参与去熟悉，啊，即个中央对我家己去搁遮熟悉我的母语甲台湾的文化，就有帮助的，啊，所以就欢喜讲即马我有即个荣幸会当参加 TUF board， 继续即个活动安尼。啊，简单的介绍大概到这，我知影我的时间差不多啊。顶多下。龙讲 Simon， 你的麦克无开，你头拄仔讲的阮拢无听到。安尼吼，好，安尼希望吼，咱以后继续会当含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会当含世界台湾各种的文化团体来合作，啊，用台语来论台湾文化。好，安尼下面咱就请何信汉教授来主持，好，多谢。好哦，这个龙江兄吼，各位感谢欢迎今仔日来参加今仔日的咱的世界台湾论坛啦。吼，我想咱今仔日是真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咱讲啊吼，进前讲咱要甲这个台湾通讯线顶读册会吼，啊这个世界台语文化营改做世界台湾文化营，因为咱要互台语的路愈来愈宽嘛。吼，啊我想啊吼，这个咱的理想啊吼，今仔日应该是第一步踏出重要的一步啦。吼，就是咱邀请到这个美国的画家、法国的，就是即马伫美国的画家，即马伫法国的画家，即马伫台湾的画家，啊，佮有即个咱的迄个美术的，就是台湾第一本即个美术词典的作者吼，也是迄个咱的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吼，公布节目台语讲美术的迄个来到现场啦，吼，所以呢吼，我想这是一个真
真好的机会，咱大家用台语来讨论各种议题。哦，咱以前啊吼，我定听讲啊吼，听人讲啊，台语就是咧讲古早啦，吼，讲即个什物俗谚语啦，吼，哎，即摆时代无共啊，吼，咱的台语会有新的发展。好，吼啊，我先甲即个中教大的同学讲一个啦，吼，中教大的各位同学，吼，恁迄个有礼拜啊吼，我头拄仔已经拢伫参加遮，我已经有去看恁的名安尼啦，吼。啊，若新加入的啊吼，新加入的嘛袂要紧，毋免紧张。我等下伫要结束的时，我会去看安尼，吼。啊，先甲大家先咱开始即个论坛进前，我想要先用两分钟啦，先小解一位咱重要的作家，就是因为我就是中教台语系1年的同学，因即学期就会修，在文学课中会读到一个迄个。吴医师啦，吼，吴医师伊的笔名叫做陈雷，吼，吴景如医师伊的笔名叫陈雷，伊就是即个，我一直甲大家推荐的乡树补给的作家啦，就是台湾唯一一本目前唯一一本大河小说的作家安尼。吴医师，你是毋是甲大家会唱一个安尼？啊，甲大家简单讲两句话。大家好，我有写一个系列吼，超50几篇的题目叫做。写互学生朋友的代志吼，其实吼拄则何教授介绍讲要请恁大家读乡树补给吼，我希望这个乡树补给就是写互学生朋友内面的系列的一项啦吼，上介长的一张啦吼，大家吼有耐心吼，落去读吼，这甲迄个。咱咧请人客凊彩安尼共款咯，愈读滋味愈袂歹哦，吼，大家多谢大家吼。好，感谢吴医师啦，吼，迄个陈雷老师啦，吼，若是迄个同学要看特册，好，再来吼，咱的论坛要煞来就要开始啦，吼我想啦，用台语讲美术是真心实的代志，尤其是吼。咱先来小解今仔日的即个要煞来要发言的即个大咖的神拜安尼吼，我想听了恁就知影讲吼，即安排吼，即个确实是真用心啦吼。迄个咱第一位啊吼，咱先小解即个啥，即个廖新田田教授啦吼，廖馆长吼，伊是啊吼，伊今年得到即个。广播电台金钟奖啦，吼，迄个节目叫做《宝岛美术馆》，用台语讲美术是今年唯一一个台语的广播节目得到迄个金钟奖的安尼，吼，咱等下会请伊来小解伊的即个真趣味的一寡经历，甲有即个伊的作品，吼，伊的册安尼。好，搁来说来吼，咱介绍迄个陈文照老师，吼，陈文照先生，陈文照先生吼，伊是一个画家啦，吼，真资深。哦，你若等下听伊讲啊，吼，伊的经历，人生的经历是非常特殊啦，吼，非常精彩安尼吼。迄个文照老师即马住伫美国啦，吼，住伫美国安尼。咱等下会请伊来分享伊的经验安尼，足特别的，大家一定会听讲，听甲嘴开开，吼。说来吼，咱小解即个陈基祥老师。基祥老师，你甲大家会唱一个好无？好，感谢。基祥老师边仔迄个是 Sandy 啦，吼，是 Sandy 吼，是咱的台桥，吼，咱的台桥。基祥老师咧，吼，伊即马住伫法国，伊伫艺术的成就啊，吼，非常的悬啦，吼，真无简单吼。若是阵有看到即个咱的小界啦，吼，艺术欣赏会网络的小界，咱就知影讲啊，吼，伊是即个艺评家啦。这艺评人协会啦，吼，就是讲 AICA 的即个会员，这是真无简单的一个公营安尼。咱嘛会请大家请迄个基祥老师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吼。最后一位啦，吼，咱就欢迎即个赵祖宪啦，吼，赵祖宪先生，吼，来，吼，赵祖宪先生咧，吼，伊是。住伫台湾啦，甲我共乡台中啦，台中安尼，吼，伊吼是真特别，就是讲咱即届吼，即个老中青三代拢邀请来安尼吼，伊就是少年人的代表啦，吼。
伊伫师大美术系读硕士，啊，伊诶硕士论文啊吼是用台语写诶。我想啦吼，美术系诶论文用台语写诶，应该无别人啊。无啦，我论文无用台语写，论文无用台语写。啦迄无法度，迄个教授爱看有。嘿嘿嘿，我安尼无啦，安另外作品啦，就是讲，迄个伫台文博览会内底啊吼，伊迄个图啊啥结合台语甲艺术安尼啦，算是介特别的一个少年家一代的即个台语人啦，吼，经历介特殊。今仔日即个聚会咧，咱邀请到，毋若是邀请到，毋若是年会有差啦，吼，年会有无共年会的代表。连国家嘛是一个伫美国，一个是法国，一个伫台湾安尼啦吼。啊，搁来吼，因画哦，恁若等有看到因画图，等下因若小解因画图，因三个人画迄个风格，真正是拢足无共的啦吼，真正是拢足无共的吼，有较偏古典的，有较偏现代的吼，有较具象的，有较抽象的吼，就是风格拢总无共啦，所以我想今仔会是一个精彩的论坛吼。好，所以呢吼，我就无加占时间啦。咱等下吼，就轮流请大家4位来发言。吼，啊，第一轮，我想咱第一轮先发言一人15分钟，啊，一人15分钟了后啊吼，咱剩的时间过来就请观众朋友现场的大家来提出问题，也是讲一个来要讨论吼。啊，讨论的人发言的时间是3分钟啦，3分钟为限，3分钟一到，咱就消音嘛咧吼，咱就会消音吼。啊了以后，咱就会请4位即个有担人过来回应大家的问题安尼吼。啊，按算是伫12点结束，台湾时间啦，12点结束吼。好，安尼吼，咱今仔日啦吼，咱就是先请即个上少年的吼出现吼，你先开始讲分享你的经验吼啊。15分钟吼，即摆我遮时间是10点19吼，啊15分钟安尼，请。大家即摆有看到画面吼？有电视有吼，好。大家好，我是赵子宪，我今仔日非常欢喜来遮分享我的艺术创作的作品。啊，我今仔日要分享的是我找找台湾即个大主题的作品安尼。啊，因为时间无讲介长，所以我可能一部分会讲较紧，啊，请大家多多包涵。我就来开始。好啊，我的作品主要分做3个系列，第一个是找找台语，啊，第2个部分是找找民俗，啊，第3个部分是葫芦魔社安尼。好，安尼第一个找找台语的即个部分，主要是要探讨以前迄个国语政策。甲其他台语的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安尼，啊，即个主要的另外一个迄个目的，就是要确定着亲像迄个转型正义共款啦，有一个整体价值观的迄个确立安尼。啊，过来内底主要的用法，就是书写宏大的台语白话字。啊，佮有用金布做成一个扛起来，啊，分做2层的效果。啊，佮有迄个红龙故事，我伫作品内底，我用来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代表安尼。因为我感觉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应该爱死，但是还未死透的。啊，就是中华民国嘛是一个中华文化，所以利用甲中华文化做连接安尼。啊，最后一个就是即个部分的作品，主要是要提出控诉安尼。好，过来就是即个部分的第一个作品。第一个作品是喙齿。啊，即个喙齿主要部分要讨论是因为即个政策影响，所以咱的迄个发音啊，也是啥会无共。啊，过来上明显当然就是即马真侪囡仔拢无咧讲咱的爸母话啊，所以因为即个关系，所以过来影响着，就敢若是一个。以前的人去互添一个新的喙齿安尼啦，吼。啊，因为内底就是用的手法，就是我会伫下骹部分写一解迄个白话字，啊，用迄个金箔嵌起来以后，佮用迄个花语写一解安尼。啊，用一寡代表就是迄个政策影响。好，一个。好，过来，这个作品是我不说方言啊。这个作品
特别用华语来做迄个作品名，就是因为迄个时阵有一个真有名的迄个情形发生啦，就是囡仔就是去讲伫迄个上课的时阵讲台语会互罚钱，啊，若是讲了伤济届，爱挂一个高牌仔讲啊，我不说方言安尼。啊，我感觉即个部分就是用即个部分会使来讨论即马大家对台语的刻板印象。啊，内底嘛是有写一寡即马对台语的印象，啊，搁有敢若是虽然即马袂使搁挂高牌啊，但是敢若是咱即马真侪人也咧家己挂高牌啊安尼啦。啊，过来即个作品是传承，啊，我是用迄个时阵伫日本时代有一本册叫做《身体理的总论》，是一个咧讲医学的册。啊，用即个册来讨论，就是语言敢有法度传承知识的即个问题安尼。啊，过来第二个部分是走找民俗。啊，走找民俗即个部分主要是要回应亲身参与的民俗。啊，伫即个部分就是我亲身参与就是北管。啊，我着甲其中的概念甲事务转化做，会使讲是我看就是转化做一个艺术的手法是语言安尼。啊，内底主要会表现有搭一寡现实物。啊，伫内底因为主要是用金纸用的，所以我有用墨色啊，搁有含金纸的色去做处理。啊，即个部分的作品会较像一个我咧学北管音乐的心得分享安尼啦。好，啊，第一个即个是方义上讲，即个作品主要就是我拄参与北管时的迄个印象安尼。啊，方义上的即条是一个会使讲是北管内底国歌啦。你伫野闹热啊啥一定会听到，而且即条歌是你若是去学北管，你第一个你开始咧分吹，就是咧开始咧学这个时阵，你一定会学的就是方义上。啊，后壁迄个讲是迄个北管甲北管音乐本身有关系，就是伊会变调，所以有时阵你全部试会当做即个音，啊，但是你全部试会当做是另外一个音。啊，伫即部分就是方义上，就是全部试的时阵是叫讲即个音。啊，内底嘛会使看到我甲迄个北管咧用的谱叫做钢册谱，伊是一种汉字写作，伊是种汉字的谱，甲迄个先远的迄个哆来咪迄种较无共。啊，我甲迄个钢册谱用白话字写出来，就另外一方面嘛是发挥，就是白话字伊是一种标音文字的一个特性安尼。啊，即边会看到黄色的迄个，就是你会使伫野路的时阵看到，就是新明啊新将，应该讲新将，伊后壁会当做用真济迄个黄色一条一条的纸，啊当做伊的敢若头毛安尼，迄就是叫古钱啊。啊，迄个古钱是我就是路上，因为伊安尼咧舞的时阵会落一寡落来，我去捡的。啊，另外后一个作品是方义上香，啊香就是方义上嘛是共款是一个真定会听到，啊香是就是头拄讲过，无共的迄个敢是一个变调安尼，啊即边就是谢将军甲顶一个杜范将军做一对安尼啊，啊嘛是共款，就是内底是用写迄个台语白话字的钢册谱。啊，搁有搭古钱安尼。过来后一个是龙坑系列。啊，即个龙坑是啥咧？龙坑就是伫北管的一寡牌子音乐内底有一个物件，就是敢若是一正常歌的副歌啦。啊，即个内底到一个点内底，伊的共款的音伊咧循环，伊咧循环伫遐咧分。啊，就是会使用即个循环咧，咧测迄个外口咧野闹热的时阵，咧迄个因为野闹热的时阵，伊可能舞的时间无一定，所以会使用即个一直咧循环的即个部分去调整，爱分偌久，爱分走偌久安尼。啊，迄个圆我是用迄个红门涂漆来制作一个圆，搁一个圆安尼。啊，顶悬搭的是阮北管。内底会讲吹音仔，
吹音仔就是安尼毋知应该看有，就是吹音仔即个部分，就是即个草的即个部分就是吹音仔，就是安怎讲就是你若是无即个，就是无法度分吹啦。即个吹啊嘛是影响着咧分北管影响足大的一个物件。过来是三声，三声是北管咧排场内底定定会使听到一种咧排场会用到的，毋知算算一大一寸安尼，但是咧办声的时阵，人无一定会演，通用是就敢若是咱一般听到的广播剧，因为拢是会听到声音，但是无一定有人演安尼。顶悬三声就是福禄寿三声，顶悬我就是写福禄寿三声伊的口别，比如讲福生出来时阵会讲人人绣花红，但是听起来毋是台语，听起来是伊讲北管的迄个官话啦。我甲北管的官话用台语白话字来写出来安尼，比如讲福生是人人绣花红，禄生是东条剃树开，寿生就会讲三生在下界。有就是因为官话就敢若一个迄个时阵庆国时代，迄个时阵官话甲迄个时阵清国时代迄个闽南语也是台语南小可南的迄种感觉。用即个部分就是用迄个阿蒙头插来滴出即个汉字，才用金纸打起来。伫即个作品内底嘛，共款是打吹音安尼。过来是最后一个部分是荷鲁摩社的部分。即个荷鲁摩社部分是为走找民俗内底练出来。整体造型是参考北管烟社的迄个旗仔。即个旗仔就是讲北管烟社咧迎闹热的时阵，就是爱看起来较有气势、较好看。所以会伫队伍的头佮有尾，甚至中，拢会放，就是安排旗仔，互规个队伍较好看。安尼就是嘛较有面子安尼啦。所以即个作品，遮个作品就是整体造型是参考北管烟社的旗仔。即个烟社，即个旗仔爱有一个烟社嘛，所以我就想象一个烟社叫荷鲁摩社，来作为即个旗仔的所代表的烟社安尼。伫即个部分，我会使就是讲透由即个部分会使去参考台语文化中的其他的元素，譬如讲歌还是诗，就是透由即个部分会使过去试台语文化内底真侪其他的文化的面安尼啦。第一个即部分，第一个作品是4月万号。4月万号就是参考陶器所造成的作品。有看到一个狮头，2号是太平洋荷鲁摩社。太平洋安怎来？就是为迄个有一条歌叫做台湾水星，伊的第一句就是太平洋西南海边，所以就是有太平洋的荷鲁摩社这种一个概念安尼。内底写的，就是边仔写一寡较细致的，迄是4条歌，就是苏桂红、外野秀、望春风甲乌野花的迄个歌词安尼。下骹有一个一般的，就是用迄个宝塔。但我伫遮是用迄个台湾上早的迄个拜拜，也是土地公台湾上早拜拜迄个形式，就是三块石头安尼搭起来，就是一个敢对土地一个敢信用安尼啊。后一个即是参考三角旗的作品，即是妈妈请你也保重。大家较少年可能毋知，毋过即条歌是文学歌，叫做就是妈妈请你也保重。内底我是用迄个，就是即个，就写内底的歌词字写差不多，我会记我差不多写3遍。甲后一个作品《黄昏的故乡》是一对安尼。就是即个作品，就是甲迄个妈妈请你也保重是一对。即两个作品主要是会用迄个剩2分钟哦，剩2分钟。这样甲顺风，伊主要就是
代表一个新民嘛，看过台湾人民的即个，希望新民看过台湾人民的即个感觉安尼啦。好，过来。好，甲来即个故乡就是用参考彩排，嘛是共款有字号，内底用的作品是陈明仁先生的作品《故乡》。最后即个算最后一个部分有三，应该讲三件一套，是喙青。即个喙青就是我头前讲的台湾喙青的喙青安尼。所以伫即个最后就是甲即个概念内底嘛是用试看的一寡较无共的，想要试看的甲进前单纯用拟的，我是要用较无规矩的手法来用安尼啦。所以即个是为台湾喙青安尼，过来配两个菜刀具。即个菜刀具一般。迄个机可能会放迄个量塞安尼。伫遮我是用迄个台湾独立运动较定会看到的战车，就即种宣传车。即个宣传车顶悬就写部分的迄个台湾喙青上尾部分的歌词。伫即边是贡献才能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安尼。另外一部分是倒边的带倒去，即边是国民向前四座军校平顶三下座安尼。好，我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多谢大家。感谢非常精彩、非常特别的艺术创作啦，的分享，竟然会当甲白话字入去图内底，实在有够精彩，有够精彩。我问你一个甲你请教一个，即个嘿，我分享一个。这敢是就是你的学术论文对吧？嘿，对，是。咁我就看到这有白话字所以而且你看找找台湾哇学术论文白话字这是苏台美术系这109年过来伊的摘要摘要嘛是台语的是吧？无，迄是感谢啦。感谢啦感谢嘛是台语的啦感谢嘛是但是不要紧，老师讲会使用台语写，我就用台语写。好啦就是感谢啦感谢使用台语写啦。我就是讲把这个台语写伫论文内底，这大概伫苏台美术系大概无其他人做啦。好 ，OK， 安尼这个精彩的分享啦接落来咱就搁邀请这个阿田教授啦阿田教授来甲咱分享伊的这个广播节目的经验安尼嘛是共款15分钟啦安尼咱即马请阿田教授。有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喂，大家好，有听到有顺嘛好。我今日参加这是有一个因缘啦。我先讲一下就是讲我做节目的时阵，我拢会邀请来宾来讲迄个台语和美术台湾美术甲无共款的关系我有一边就是迄个请伫咱台湾迄个阿勇迄外国人，请伊来我的节目讲台语其实我是要教伊讲台语的美术是啥物货安尼啦先说讲台语鼓励讲咱台湾人讲台语我就请信涵老师呢来讲迄个台语要安怎学伊的正确观念是啥物货我发觉讲竟然咱有共款的迄款迄个兴趣而且呢伊阁帮忙咱即个飞亚博物馆迄个甲即个华语的即个小解甲迄个当做是台语的，我感觉诚趣味我真阁会记你点评讲迄个南汤啦迄字我阁会记得啦南汤迄字啦就是讲咱若做飞亚的时阵迄飞亚迄款迄个迄啥物物件迄颜料你甲淋落去叫南汤啦今仔日我来主要是要甲各位分享讲。甲恁城啦讲有一个节目叫做宝岛美术馆即马伫咱台湾即个教育广播电台
顶年的1月开始甲进，已经1年搁10个月。这逐礼拜每礼拜二下早10点到11点拢有即个节目。毋过恁放心，恁若有想要听的即个宝岛美术馆网络顶馆，你若拍宝岛美术馆来信函老师，你会使甲迄网络分享出来袂？迄个我互你迄个第3个网络，敢有？信函老师，我无听到你的声。你是讲节目总览迄个对吧？对，节目总览你甲拍出来。来，我来分享一个阿姨的迄头前的第1页，安尼就要影。安尼有看到啊？对，啊你迄个扭落去，扭落下骹，往下骹扭，往下骹，毋是，往顶悬扭，往顶悬扭。啊你继续看，搁落来，搁落来，你来停一下各位呢，咱即个节目网络顶悬拢会留8礼拜的节目，10月19是访问即个青山艺术中心的2个兄弟安怎做台湾艺术10月12呢是请即个台湾艺文的王德成来讲伊安怎做台湾艺文迄个小杂志10月15呢是叫做艺术社立志，就是小解即个福德纪念馆因的即个展览一步一步落来安尼所以讲真方便，你若有想要听随时拢甲字落去正边迄个所在甲字落去，你都有听有安尼这是第一个甲恁小介绍讲有即个节目啦第二呢即个节目顶年咧做的时阵因为我伫咧想讲，若要做，因为我本身我是伫英国摕艺术博士我本身做的是台湾美术的研究基上兄呢嘛知影讲，咱以前伫阮台湾艺术大学我嘛分享你真好的观念即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讲，做即个节目若要特殊，一定要用台语来介绍台湾美术我感觉台语介绍台湾美术真下味啦。毋过真困难啦，因为你要知影讲要用台语讲，要用台语平常要沟通的真正真困难啦。更何况讲要用台语来讲艺术所以呢，其实1年搁10个月过程当中拄到的困难其实是真济毋过呢，这个过程当中真济人斗相共一礼拜一遍，已经到要100个人接受这个节目的访问，嘛真丰富安尼所以讲，因几工得到这个节目我是感觉讲是真重要的一个迄款的所以我请新安兄甲迄个迄工咱金钟奖颁奖的这个状况互大家分享一下安尼。迄几秒钟应该是真紧张的迄个，我是袂紧张，因为我无可能得到奖安尼啦。不过迄个状况，就是讲迄刻我是感觉讲是对台湾美术来讲。我做20-30档台湾美术的研究是真重要，所以新安兄麻烦你大家分享一下好。安尼有看到吧？有。好声这个分享歹势，我毋知影讲你爱用声，所以我袂晓用这个物。无要紧，你分享的时阵share的时阵，你爱用啥？喂，无要紧。小关姐啊，你头讲分享的是爱用啥？有啦，我插话一下你头仔迄个分享的影幕迄个倒手柄的上下底遐有一个喇叭啦，有一个迄个音响，你甲点落去可能会有声出来。谢谢。歹势这个喇叭遐。安尼敢有声？甲点开，哇，应该无。应该无，我连接啦。静涵，你伫 share 的所在，你爱选第3样，迄个一个叫做 motion 甲 video，你爱选迄样。
你要开我始烧的时试看卖阵，第三样。我先打迄个啥，我先甲网址的链接打伫开讲室遐，大家你看安尼啦，吼。我即摆来share，你讲 share 的部分咧是第三个白板哈，伊有三个 option，啊，你爱选第三样。第三用就对啊，遐。嘿，伊的 motion 甲 video。毋是呢，我会可能无共款哦，因为恁个可能是主办人，但是我会可能毋是哦，所以伊就是袂当。那安尼无要紧啦吼，迄个。我试一解看卖。好，来。阿田教授，廖新田。有声。好，多谢吼。大家看到这刻，就是讲，对我来讲是真感动，因为咱甲这个台湾美术吼，会使用这个一个观念叫做艺术普及啦吼。因为咱有科学普及嘛，咱即马这个阶段对我来讲，做伫大学内底教台湾美术，写台湾美术的册吼，正各位看到，这就是这篇文章信函老师吼，你会使安尼慢慢甲扭起你点管互咱大家看到吼，我赢啦讲，就是安尼，这个信念就是艺术普及吼，所以讲我毋才讲要做这个节目，做这个节目吼，真正是真忝头啦，因为迄个视觉的物件要用声去传达，所以讲吼，迄个名词要安怎介绍是真正是真无容易吼。伫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感觉讲，我本来失去迄一寡迄款台湾的迄款名词吼，伫这个过程当中，拢慢慢甲我捡起来。有的人呢，嘛会讲，迄老前辈吼，会甲我讲，比如讲栩栩如生啦吼，要安怎讲？有人就讲吼，栩栩如生安尼啦吼，就是安尼慢慢学，慢慢学。所以到尾呢，你讲的时阵就愈讲愈连长安尼吼。所以我有一个心内的感觉，就是讲，其实。语言你若讲扣伫咱生活当中内底吼，你莫讲硬学，你甲放伫咱生活当中，我是感觉讲，其实吼是真趣味，嘛学啦会较入心安尼啦吼。迄个剩2分几钟吼，咱信函你甲迄个咱报道美术馆吼，迄个迄工我访问迄个，要紧你摕第一个吼，咱来拍一个声互咱迄个大家听看卖啊咧吼，咱来入迄个声。入去听看卖啊咧，我关掉咧。哦，安尼吼，好。好，无要紧。咱迄个网络内底吼，会使记落去，先煞迄个示范一个，讲互大家知影讲要安怎入去这个网络内底安尼。你讲先开迄个网络，对，网络看会使点入去袂？我来开啦吼，这个。好，无要紧，嘿，那。因为剩2分钟哦，我大概做一个结论啦吼，无要紧，就是讲，这个过程当中吼，其实咱外国颠倒咱伫外口的这个台湾的朋友吼，关心咱台湾的美术、台湾的文化，颠倒真济。毋过伫咱台湾吼，我曾经做过调查啦吼，讲差不多有迄个若讲100个内底吼。迄个你若甲问，阮做过调查，讲伫外口问300个人啦吼，讲你学过台湾美术较济，啊学过即个西洋美术较济，学过中国美术较济吼。结果中国美术甲西洋艺术的平均册拢差不多45%啦。吼学过台湾美术，伊感觉较济是10%以下。20年前吼，迄个周美青吼，伊有一篇伫迄个杂志顶广嘛，有咧讲咱台湾美术吼，咱台湾的文化吼，少年人拢毋知，因为呢有70%以上的少年人毋知影台湾的文化人啦吼。到这个时阵呢嘛真严重。咱台湾的美术系内底吼，那10间美术系吼，有10间拢会开西洋艺术史，有10间拢会开中国艺术史，加5间开台湾美术史尔。所以各位你就知影讲吼，咱家己的本身的美术科系吼，对家己台湾本土的美术史其实是无重视。伫各科系内底吼，
我这个萧琼瑞、白世明老师、廖仁义老师，阮拢无咧参加国科会诶研究诶申请。为什么呢？阮诶申请入面拢袂着，为什么呢？因为内底因诶评审诶人其实拢是西洋艺术史甲中国艺术史诶，所以变做推广这个台湾美术史诶这个运动爱做民间，所以我嘛觉悟讲，我决心要出来外口做这个节目希望呢会使做节目做好久久长长做10档20档，因为伊讲做节目你若做啦好，你愿意继续做，你做一世人拢无要紧我已经甲创价学会讲，这个节目呢，我将来无爱摕1角银，我前甲进拢做2工我一世人。要做这个节目，就是要用2工的方式来完成我这个艺术的这个行程啦，咧里程对啦时间到啊，所以讲讲遮济拜托恁若有时间就罔听宝岛美术馆有一寡乡土味田教授呢，有当时伫内底唱卡拉 OK 最后结束以前。我就唱一条歌互恁听，因为呢，这条歌就是我这个节目的迄款节目的歌啦艺术的力量，报道小出来有时嘛会变英雄。爱情的力量，我甲改做艺术的力量，安尼啦好，煞去。好，感谢咱感谢这个阿田教授啦，真精彩的分享啦接落来咧咱就请伫法国的这个基祥老师啦伫法国的基祥老师来甲咱分享安尼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其实拢有真侪想法啦咱等下做伙有时间互大家问，咱先互4位武当点解因的迄个小解因的迄个作品安尼好，来，请基祥老师，嘛是共款5分钟，麻烦。好，要开始我会讲较紧因为我有想要讲较济分享的范围会较宽，因为我无要讲我的作品因为我甲伫台湾，我甲台南盐分地带文学拢总写8年要到9年的迄个台湾当代艺术家专题拢总写8档所以这部分的资料足多所以我今仔要讲的就讲第一个是艺术是觉醒的力量。那拄阿田先生咧讲台湾艺术为安怎无啥人咧讲才占3%尔所以这嘛是足大问题，含咧讲台语共款所以我要讲就讲母语是台湾人心灵所有的所在因为咱来了解讲所有的母语对其他的子民来讲拢是世界上水的语言，母语是族群国家女子的能量含意识佮含灵魂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在地文化艺术含人文创作的源头含迄个文化继承的载体就对敢若土地含母亲的语言才会当互人会当出神入化表达较强烈的感情佮含表现力所以即要讲就讲食台湾米大汉的讲台湾话是理所当然所以即块土地人如果无认同即个母语的台湾人的灵魂的时所以这精神含意识佮伫身份的认同顶边是足重要所以话语权是所有的族群也是一个国家的上重要的主体之一。语言是文化的底蕴，母语是建构家园的基本栋梁。文化是呈现词好的载体，母语是按浸透入骨的感情，佮含母语不只讲安抚台湾人的心灵，
伊足重要就是台湾精神的寄托和展望，真正流露出母语是透过食母乳所来，所以变成每一个人的血和骨髓。所以讲动用的母语是真自然的代志，所以会牵动台湾人的神经和土地灵魂。佮再来伫即个全球化，全球化之下的台湾精神，尤其是在地化。所以安尼了解讲，伫一块土地内底，土地和母语，就是讲安尼台语是在地艺术创作主要的元素。所以，按你讲在地化，根本在地化是本土化，本土就是在地，在地就是咧找根事物的根源。所以这在地化要讲就讲，一块土地的本质，佮含本性，佮含本体，所以这部分按想看卖讲，对有人类以来无共的所在，无共的种族主权，无共的地理。人文景观、人生观和宇宙观和价值观，所以伊无共的所在的文化的见解和观点，要讲就讲一样米就百样人，所以伊小同款是拢食米但是所谓文化不一定是拢同款，所以这就含语言较同款，所以伫即部分一个法国当代艺术家伊讲一句话介重要，伊讲。伊伫80年代的，伫顶世纪的80年代，伊认为讲后边的艺术革命是承担家己的语言、文化和种族，所以伊直接咧讲，伊承认的就讲种族伊无共的特色是全球化艺术中上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学家一个叫做沙宾，伊就讲一句话，伊讲每一种语言的背后，拢有一种特殊的思考的逻辑，佮含文化价值观。所以使用人拢会互伊深深受影响。所以在地化是当代艺术伊足重要的资产和身份。所以20世纪一个英国的大文学家伊安怎写？伊讲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大陆拢有家己的地方精神，每一个民族嘛有伊它的特色。伊就是厝，伊就是故乡。伫即个大地顶边，无共的所在有无共的活力，无共的震动，无共的化学气味，无共的市。无共的特色，你要称呼啥来拢袂要紧。伊要讲地方精神是一种伟大的实在。所以台湾有两个画家对这部分提出一寡观点。南岛艺术家叫做林存勇，伊咧讲无土地就无艺术，无土地正义就无土地的美学。所以这部分是透过艺术带咱建立个人和主体的文化的自信。佮另外一个艺术家叫做张新丕，伊的土地人情，伊认为讲爱转来家己的土地，转来家己的心田，土地的人情是去发现、去学习、去体会，对中央找出家己，确实是土地是出生生命的源泉和美的承载者。所以佮过来第三部分，要讲的就是今仔日的主题，讲台湾美术的精神性。所以这部分迄个文艺复兴重要的艺术家叫做达文西，伊讲一句话，伊讲艺术是了解自然的工具，是内在精神的变现。所以艺术是人对存在的思考，一种观察和表现世界的方法。所以这部分也伫落地台湾对日本时代甲今仔日安尼想看卖，就讲乡土甲今仔日的在地，佮过来对专制封建，到今仔日的民主开放，对单一甲多元，对知名、知名，
到台面所以对岛民到海洋居住对一民、二民到开发之民，对现实到虚拟对分崩离析到今仔日地球村全球化在地化搁过来要介绍几个台湾艺术家信函麻烦你甲图片依照顺序第一个是全球化之下台式美学有3个人，信函你敢有听？有听无？真要需要图片。你帮我嘿。好，我随来分享，一个吼。嘿，你写啦，即个直接图片就会使啊，对无？嘿，敢若图片我会讲。安尼我来开分享一个吼，迄个。所以即部分就含拄啊迄个赵子贤伊对台湾文化的部分入手对民俗对音乐的发展即部分拢是所有的传统文化拢是现代艺术创作的探讨的。有。嘿，图片会当对第一张。李俊贤有无？遐无写甘霖组嘛？毋是即张，是第一张。第一张换一个吼。第一张顶边有写甘霖组嘛？第一张是倒一张？毋是即组，这是因为我有寄2组互你，第一组。第一组问题是无第一组是空的，无图片呢。好，袂要紧，既然安尼，换一个，我确认一个，因为我记得即组有图片尔，第一组的图片是无，第一组是无图片的。换一个拜6台湾精神艺术艺坛，迄个梁光遐。梁光遐有。梁光遐，你遐敢有第一组的图片？我遮敢若第二组的图片咧。找久，我看卖我等我吹掉。我去你个 email 顶头，你 email。歹势，嘿，迄个啥，迄个乱去，我即摆来分享，我一个有第一组，来，这甘霖组嘛，对啊。所以你讲，按拄咧讲母语的创作，伫台湾艺术内底，就是即个李俊贤。所以你甲看即台湾语佮含图案是安怎变成一组一张图所以这是台式美术台式美学的一部分第2张你甲看一个人伫愤怒的时叫做阿爸咱会当看到即个人顶边喙内底有2条金蕉，顶边就是那迄牛伫生气所以下骹写阿爸当然台语用中文来写时嘛是真古锥真有魄力伊的声喉搁强搁有力第2个是黄振和第3张说同款是写台湾。黄振和是台湾台式美学伊上早创立的一个艺术家所以伊的作品同款是针对台湾社会甲台湾报迄个多样的社会正面负面整体拢总伫一张图面顶边伊用迄个较表现主义的方法来传达所以搁较接近迄个漫画卡通影片的部分第4张你甲看这拢含台湾民俗有关系伊伫台湾民俗搁台湾社会迄个黑暗面社会的各种气味震动拢总伫伊的作品内底看会到第5张这是目前台湾
吼，迄个台式美学内底，咱逐个拢会看到伊，吼，伊叫做弘毅，吼，伊甲台湾图案，吼，用印伫迄个大型诶雕刻顶边，伊诶雕刻大部分拢是动物较侪。后来，搁过来另外一张，吼，这是咱拄仔咧讲，迄是全球在地，即马是在地全球啊，所以你甲看即种作品，就是世界语言，就是形式含图啊，所以你甲注意甲看，这共款是对土地诶部分，吸收诶灵感，即个艺术家叫做陈胜爽，啊，所以即几位大部分拢是伫西方留学转去，啊，所以伫西方伊带有西方迄个现代主义诶表达方法，啊，所以伫当代艺术内底，我咧想讲外来物件啊加入新诶时，加入在地诶时，伊会变做一种新诶现代，对当代迄个艺术语言诶发展有相当诶帮助。好，搁另外一张，你甲看色彩形式。啊，所以你甲注意甲看，即张是毋是抽象诶咧？所以足歹讲，因为自然拢是伊诶意象，啊，所以山川地理拢总伫诶作品内底，尤其是迄个台湾山川内底诶河流，搁过来，搁另外一张，这陈夏宇诶祖囝，咱下母诶祖囝叫做陈信元，你也看伊诶作品。伊一组作品叫做《战争和和平》，啊，所以伊诶作品内底拢作对比，啊，搁过来，伊诶语言和色彩诶丰富度，拢是较爆破性诶。啊，所以安尼了解，像咱拄仔看到遮，大部分拢是有迄个台湾故乡，尤其台湾原来诶色彩诶元素伫内底，搁另外一张。像遐，如果咱时间差不多啊，可能搁互你讲2分钟，好无？好，无问题。好来，搁另外一张。这是我的作品。啊，所以咱会当看到红布、乌布，搁过来乌米、白米，啊，所以做一个艺术家所有的元素拢是元素。啊，所以伫元素内底带有迄个就是咱在地的元素伫内底。啊，所以新的含旧的拢总会当统合做一个。好来，搁另外一张。啊，我要问恁讲，即马几点？啊，所以这会当看出讲，我是住伫法国和台湾，两边游动的艺术家。因为法国和台湾拄好差6点钟，啊，所以一个故乡一个厝，啊，所以我定咧想讲，啊，伫咧心中内地球仔平时就要几点，就共1点，啊，伫心内底拢是共1点，啊，所以是统一。所以伫心灵内底是无时间和空间的会距离。好来，搁一张。这是我目前的创作，因为我针对是一种镜面，啊，所以伫遮甲迄个形体变一种解体，解体内底有伊的时间空间的进作过程，啊，所以这是我目前的探讨。啊，如果时间无够，咱先讲到遮，以后有机会再搁分享较济，好无？好，感谢即个基祥老师啦，真精彩，迄个真精彩的分享啦，咱我想拢留时间，咱再搁请基祥老师过来分享其他的图，这你看这风格啦，特别的好。咱最后咧，咱最后一位武担人嘛，就是咱的迄个文照先生啦，这个文照老师啦，啊，咱即马就先请文照老师来甲咱分享，啊，嘛是15分钟安尼，来文照老师，请。大家好，我若安尼看起来，恁拢是我的老师，我开始做学习。讲起来真见笑，我家己本身，哪来在哪想讲台湾有一句话，互我足大的启示像讲我一生糊涂啊，或者
但呢讲句，毋捌想，佫袂晓想，所以毋捌想，佫袂晓想，就是我。啊，你像我开始从细汉的时吼，我是1943是日本人，后尾啊变做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来美国我才知影是台湾人。哦，啊，即个中间呢，我从细汉，阮厝诶有全套诶世界美术专辑，彩色诶，啊，所以我比别人较幸运，也嘛较歹运。我从细汉拢咧看迄个世界美术专辑诶彩色诶图，所以我从细汉就中毒。所以咱讲，按咱即摆咧台语言即个吼，我感觉讲真有意义。因细汉仔你若按从细汉开始学诶时，影响我一世人，我都毋捌想到当然想要做画家安尼，也毋知影讲做画家会饿死也袂啊，拢毋知，拢无咧想，但是想要做画家。所以我从细汉都画图啊，足爱画安尼吼。啊，所以个立志要做画家吼。啊，但我诶背景是，阮老爸、阮老母因为过去诶环境诚好，啊，所以阮老爸嘛是为着228甲国民党冤家啊，伊古早叫国民党要追杀吼，爱全走路吼，啊，所以我才不停，我一直想要做画家。啊，所以我初中毕业就无钱通读书，啊，无钱通读书，我嘛就讲要做画家，来甲人学画图安尼吼。啊，所以我16岁就参加咱台湾的迄个台湾奖、甲台湾展啊，甲迄个全国展览，迄阵就升展吼，我就入选了，算上少年的一个人吼。开始伫路边。啊，就为着生活吼，去迄个路边画迄传统的中国画啦吼。啊，中国画，你知影中国画就是文草工嘛，就是用迄个清朝的迄个芥子园吼，一寡画谱。我拄安尼啊开始我讲起来，我也有点仔天分啦，足紧我就画啊足紧啊足，画了算相当好安尼啦吼。啊，到尾咧嘛是为着安尼。得到迄个全国画这方面会得奖安尼吼，啊，但是呢，迄个抄来抄去，搬来搬去，我实在足无趣味的吼，啊，所以我当然迄个时阵为了这生活啊，但是呢，我感觉足艰苦的，就是讲啊，但嘛是正经有需要，哪来则哪知影讲袂使无读册啊，当然都画图安尼，毋是办法。啊，所以我做兵转来，是迄个时阵，我开始饲阮妈妈，阮妈身体无好吼，啊，所以嘛，我饲阮妈，饲阮妹妹安尼吼。做兵转来，应该讲还是读夜间部，啊来日社做工吼，啊，我为着要读美术，空走去复兴美工，咱台湾唯一就一间，啊，但是迄日时啊嘛吼，啊我。22岁开始才读高中，啊，读美术校，啊，早时去上课，啊，下课了后才去做工，当然一礼拜拢无困，就反正因为迄个时阵我爱互阮妹妹读书，饲阮妈妈，我家己学个读书，拢私立校拢诚贵吼。啊，搁我实在，因为我去个时阵诚紧张，诚艰苦，暗时困拢流凊管，流到天光吼。啊，去卖迄个，食迄个酥饼、泡面茶安尼吼，啊去实在一个阮即摆的太太啦吼，伊就我甲伊交往了，因兜人知影讲，啊哪甲即个赞人画图的人斗阵，这无前途安尼吼，啊，就阮要过去的我弟母也扫帚甲我讲安尼吼，啊要甲我赶，我甲阮母爱问讲。甲阮女朋友啦，讲啊，我后摆是画家，啊，你敢甲斗阵？我讲太太足狂个戆，啊，我讲哦，这种遮戆的，我适合做画家来做节目，因为咱来画家足侪朋友的画家拢，迄某拢走去的，啊，实在是为着生活有问题才走去。啊，
啊，即个人我毋惊死，安尼这无带袂使，照讲无带袂使，所以我一世人上幸福，就是带了阮即个公母，阮公母安尼有所求安尼哦，够讲安尼吼，搞共款，所以两个斗一档吼。我去做兵的时吼，人甲我讲我做迷糊了吼，我无人迄个部队毋敢提钱互我，伊想万念惊我放弃啦。我出去部队了，都毋知影我倒是部队，所以完全是东西南北分袂清楚的人吼。我甲即为止嘛，一世人较糊涂吼。我即摆咧讲，我迄个时阵安尼为着要读美术，我就到尾啊，搁去考师大安尼吼。甲27岁时，我就已经有饭通食买2间厝安尼嘛算真福气安尼吼。结果我趁着4、5年的读大学鸟草，我交钱互阮妈，我遮互你莫烦恼。我为着安尼，我才敢去师大读书。师大读书的时，我讲起来是拢真福气吼。我实际上成绩拢上好啦吼，拢这记录内底我拢第1名啦吼。但是我是一个真贪心的人，我一直感觉讲，这巴肚拢会枵啦。敢若我即摆咧甲你逐个学共款，拢巴肚足枵安尼吼。结果迄阵你知影，逐个嘛拢想要去来美国留学嘛。我感觉2、5个，我伫遐迄阵相当有一寡成绩啦吼。我伫安和路有160平的店面，也有迄个天母有小别墅吼。我做迄甲贱卖做迄个讲为着要留30岁就出来美国，嘛想要学啦。但是要学了才知影讲，要学迄个时阵嘛，伫文化行去开课去教这但是对我来讲都毋是我想要上，我就是想要学尔。来美国了，才发现讲这自由的空气甲过去对国民党是印象歹，毋知影讲是遐歹。了后才知影讲要来学美术。台湾有讲一句天时地利甲人和，人排第3。我讲咱台湾的迄个环境都无迄个条件嘛。古早我伫台湾的时，迄阵好艺专，即艺术大学，即卖艺术大学，校长朱振宇讲，红色袂使用，红色共产党，灰色袂使用，灰色是谈灰之色安尼哦。互我来自由美国了，我感觉这空气遮清香，遮自由，遮感觉讲是政治环境。所以美国总统迄个杰森伫讲从爱情的政治的改革，过来才好多讲文化。第3阶段才有音乐美术。我想讲台湾的政治佫无啥，我做美术。讲起来是无采工啦，嘛无可能嘛无前途。你艺术这种物件较一人甲你拍包你无人拍包孤掌难鸣嘛是袂使。所以我就积极参与伫海外的台湾民主运动。我是做工桥的人，一直工到即马嘛咧工安尼吼。即马看到台湾的已经改变真济吼。种欢喜，佫尤其看到咱这为着咱本土的艺术，我感觉这个是 time 真好的时间点。我最近当去台湾去办一寡展览，甲一寡少年人接触，我发现讲台湾已经是一个真好的条件，是开始尔啦，毋是讲足好，佫足拍拼，但是讲最少有一个萌芽的时间啦吼。这个像我。去看了台湾少年人吼，迄个差不多会使讲全民吼，有做警察的啦，路边咧卖迄个米菜肉的啦吼，做保险的，做药各行各业拢咧画图啦吼。我讲哎哟，这真好的开始啦吼。所以我有最近在思考讲，这
台湾文化再造，有迄个日本即个明治维新，也是甲中国文化，甲咱诶本草堂安尼吼，中西合璧吼，这是一个正好诶开始诶点。啊，所以我嘛咧直直想讲，我转去了啊，四界行看看安尼吼，啊接受。若学亲，我想有机会要转来甲恁遮前辈吼，啊，甲少年辈吼，我甲恁做学生，恁若无去验吼，我足想要去搁较深入的了解吼。你像讲，我上爱最近我有听到一个讲，恁即摆迄文化部的部长李永图讲要甲即个南海路对面，咱的南海路有一个国立艺术国立博物馆国立博物馆吼，国立历史博物馆。啊，国立历史博物馆内底展览是中国物件，啊，中国物件都已经有迄个故宫伫遐，啊，去遐看就好啊。啊，迄个所在，迄个地有8点几公顷的一个地啊，放伫遐做个中国文化，啊，迄个是一个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北一女建中大所有学术中心拢伫遐，啊，迄个物件。既然是一个中国文化物件，我是真望转来吼，大家来斗阵来拍拼吼，叫恁即个文化部，伊本来构想是讲要去叫师大甲即个所在变做一个艺术中心吼，啊，但是呢，我转去嘛认真看讲，恁台湾实际上敢拄仔你讲的。差不多拢中国文化甲西文化是好啦吼，啊，这中国文化是匠工文化，迄就袂使嘛吼。啊，但是你变做匠工文化，你去看所有的资料啥，中国话的人规大堆啊，所以迄实际上中国甲恁就无关系，就是咱毋是讲无尊重伊，但是讲恁家己爱有恁家己，所以应该我是先望讲，甲迄个所在设做，或者。台湾历史博物馆迄个所在，拆掉重新起一个做好做水的一个艺术中心，包括所有恁台湾历史这几万年来甲上要紧是讲50多年来40-50年来，台湾人伫个这个民主运动内底，这个成就全世界真无简单有。等于讲50年顶的时间，有咱独裁变做一个民主，这是全世界史内底是真困难做的哦。啊，全世界就文章遐，你时间可能差不多啊，爱麻烦你做建议啊，嘿。OK， 啊，我想就这个真望讲，我有写一个文章伫美洲的台湾日报内底吼，我真望用这做目标，恁甲台湾。文化再造，有个人讲文化复兴，我讲莫讲文化复兴，所以文化复兴是认为什么话，就是讲再造，我讲的再造是包容一切吼，所有的物件拢更做伙，这是一个啊，歹势，我这叫走去。有听的无？有听到，但时间差不多啊，嘿。OK， 所以我问到底来设这个改做一个较好一个台湾做中心的艺术中心安尼。好，这个陈文照的作品哈，拜托我有送去伫咱的群组哈，请新人较等你若有用，你甲 share 来咱的 chat。所以有参加的，拢会当看到伊的作品，好无？OK， 无问题，我等来处理。咱即摆先，感谢即个真精彩啦，吼！咱讲迄个文照老师伊的生命过程经历是非常精彩啦，吼，非常精彩安尼，吼。好，迄个即摆其实咱伫咱的开讲室内底啊，吼，有头拄仔即个
文照老师的作品啦，吼，佮有伊的讲稿，吼，就是伊的讲稿加上伊的作品拢伫内底，吼，包括基祥老师啊，吼，伊拄讲话迄个文字稿安尼吼，先伫真大心甲大家已经拍好文字稿铺起嚟啊，安尼吼。所以呢，咱就是看即个连结啦，嘛有阿田老师的迄个宝岛美术馆的网址吼，就是信息拢伫开讲室内底看会到。好，安尼刷落来吼，咱就留一寡时间吼，大家来开讲啦，交流问问题。吼，所有的在场的各位拢会当发言吼，就是你要发言的时，你就先举手，吼，啊举手啊，点着你以后，你有3分钟，一个人3分钟通发言。啊，最后咱会互请4位有担人吼，一人佮用4、5分钟来做一个回应安尼。吼，好，安尼咱即摆开放现场的来宾，请有人要发言诶，请举手。迄个秀文姐啊，拜托你甲我倒看一下，看有啥举手嘿。好，来，有啥物人要交流的无？要发言的，还是有提出有一寡问题想要问4位有担人的？有无？拢免客气。啊无我来发起一个好无？好。陈生吼，伊师大毕业的，啊，我嘛是师大美术研究所毕业的吼，啊，所以我是爱甲你讲一声学长啦吼。迄个谭影听到咱陈文照先生吼，咧讲历史博物馆吼，啊，歹势阿田教授吼，拄啊好是正是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啦吼，啊，所以吼，我上资格。应该讲，我上有资格来回答陈文照先生吼啊，陈生吼，咱前辈你的话啦吼。第一吼，咱人吼生做安怎，咱父母咱无法当决定是父母决定的。譬如讲，我生了这个形啦吼，是阮父母甲我生啦。啊，毋过我的内心，我的心灵吼，我会使家己决定啦。吼，我用这个命题甲各位讲。历史博物馆吼，原来生做安尼，毋是安尼。历史博物馆1955年成立的时阵，是一个两战木造的日本楼啦，叫做迎宾楼啦。到1970年的时阵，较变做是一个中国北方式的这个建筑啦吼，啊是红门头的。啊，这个过程当中吼，其实因为战后无一个公共的环境，所以战后1955年，吼，虽然有这个中国思维人伫历史博物馆，啊，我根据我这4年来的统计吼，超过200个台湾的艺术家伫历史博物馆展览，这第一点。第二点，黄土水的4家出山，历史博物馆嘛有，意思就是讲。历史博物馆6万几件内底，其中呢1万件的图内底有一半以上是台湾人的画家。哦，这第2点。第3点呢，历史博物馆虽然是生一个中国型的，因为伊是一个历史建筑，啊，毋过呢内底的人对台湾战后文化的经营是真正大家拢足用心，所以呢。虽然历史博物馆和阿田教授相像，生啦无缘投，啊，毋过呢，伫历史博物馆内底创造一本台湾美术史典100，60几年来，这个中国式的建筑，伊做这本为咱台湾人做这本，吼，啊，我做一个结论意思就是讲，咱无法度决定咱的过去，啊，毋过呢。咱有法度决定咱的未来。今仔日阿田教授做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我袂甲卡掉，我会甲历史博物馆的精神改做是为咱台湾人服务的人，这是我相信的一个信念。吼，啊，历史博物馆绝对袂去卡掉，因为伊是历史建筑，迄有规定的。啊，咱会使甲伊改造变做咱台湾人的博物馆，啊，毋是改好。哦，多谢。
好，感谢陈教授的这个说明啦吼。以前我听人讲啊吼，台湾有3间名足盛的博物馆啦吼，一个叫做历史博物馆啦，一个叫做台湾博物馆啦，一个叫做台湾历史博物馆啦。吼，这3个到底安怎分呢？因讲啊吼，古早啦，早前讲迄个历史博物馆啊吼，就是有历史无台湾啦。台湾博物馆呢吼，就是有台湾无历史啦。吼，台湾历史博物馆呢，就是咧讲台湾历史安尼啦。吼，当然啦吼，这个印象啊，应该是过去真过去的物件啦。所以吼，这几年啊吼，像迄个陈教授啊吼做馆长嘛，所以历史博物馆规个风格改变了嘛吼。台湾博物馆啊吼，嘛加真侪真趣味的展览。历史博物馆嘛是吼，其实咱台湾即摆目前啊，大部分的博物馆，其实差不多国家级的博物馆啊，文化部所管的，尤其是文化部所管的，拢有台语导览。拢有台语导览，因为我大部分我有信过，也是有参与过安尼吼，所以咧吼，这个大家若海外的朋友啦，倒来台湾会当去参观看卖安尼吼，尤其会当去这个陈馆长、陈教授的迄个历史博物馆去看卖，我想吼，甲以前大家印象真无相像。甲各位分享啦吼，这本台湾美术史事典100吼。我已经有甲信函老师讲，咱台湾海外的朋友，若有人介意，欢迎呢地址互伊，我会寄一本免费互恁。这个100呢，前几工啊，已经得到咱金典奖出版的金典奖，就是呢金鼎奖啦、金鼎奖啦，所以这是阮真大的名誉。这本呢，顶一站啊，嘛寄互去这个尤锡坤院长，互伊，伊阁写一张批来甲说多谢，讲这是台湾勇敢的第一步。顶几工啊，我嘛甲这本寄互蔡英文总统，甲伊讲，这嘛是勇敢的第一步。所以我强调吼，对我来讲，美术文化是加法。我以前毛笔字学30天，我研究清朝金朝派的书法。我伫外国澳洲国家大学，这个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我教台湾文化历史，教台湾的这个现代艺术，我嘛教书法。对我来讲，文化是哪应用安尼夹做伙，若对我来讲有帮助。迄个啥叫做多多益善，这是一个迄款的，这个最近阮个陈教授可能好，安尼好，差不多安尼好。好，等下咱这第2轮发言，这个Cindy有举手啊，咱请Cindy。我讲吼，就感谢迄陈先摆啊，你要赞助安尼啊，安尼我。法国台湾协会，我用会长的身份啊，我想讲我嘛来赞助一下，袂当拢互恁出钱安尼。毋是，毋免。迄历史博物馆吼有即个公费，这是公益的，会使送互大家，所以至目前会使寄。毋过有一个困难，我已经问过啊，加拿大无咧收包裹。我就想讲，法国若有，我这边会使讲寄来我遮，我同意你安尼一个一个寄，你会开足侪钱，会使寄来我遮，我去送，我塞车去送拢袂要紧。安尼哦。嘿，对，你会使。即摆是安尼，因为咱这个会吼，我要送的也无济啦，所以讲，咱若讲咱这个会今仔大家结缘吼，我后边也无一定，因为我馆长的代志真无闲，我后边无一定会出现，所以讲。咱若今仔结缘，就是讲若有兴趣的，你寄互信函我甲后壁我有较慢慢处理。就是目前无的确讲现场有法当处理，我慢慢处理解决即款问题。这毋免钱的啦，你若肯读肯传互别人，至目前即个阶段，阮有编即个经费，要送互大家安尼，所以这无要紧。好，感谢，多谢。好，就是若有需要，这mail互我啦。但是拄仔讲加拿大
因为疫情的关系，无咧收包裹啦，所以无咧收。各位就较歹势安尼。好，来安尼过来，刷来其他各有人要举手吧？有人要发言无？我是咧，我请教迄陈教授。哦，我请教陈教授，你请讲。因为我今年拢有转去台湾住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吼。啊，我要找你，因为我是即个 message 讲，伊即马文化部讲要将迄个所在搭去互迄个时代迄落啊，即个信息有事实无？无事实，这是假的。哦。历史博物馆是一个历史建筑，历史建筑是国家保护的，任何人拢袂使用。即马你讲无对，这毋是。迄历史建筑莫遮条，就是讲伊要将迄个地区。无影，无即个代志。啊，无即个代志。无即个代志，无影，这假讯息。啊？这毋是真诶讯息啦，毋是啦。我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一个朋友，伊是杨树煌，你毋知捌哩无？伊是法国诶。我知啦，我知伊啦。你知哟？迄无影诶啦，无影诶啦。啊，伊就直接叫我去讲了，我去甲师大校长无校长讲即个代志。啊，因就是讲，啊，因实际上家己本身嘛足会晓啊，所以即个物件我说的是，我则是讲人安尼即个留所来做，毋是讲遮条做一个台湾意识搁较济迄个会做。这都毋是安尼啦。历史博物馆的组织法，迄是国家立法院规定的。所以历史博物馆的组织法内底有馆长、副馆长100个馆员，伊要做的代志拢伫即个组织法内底拢有。所以呢，任何人讲历史博物馆拆掉互啥物人，迄拢黑白讲的啦。政府的法律毋是安尼行的啦。这个像讲啊吼，正庙要甲拆掉啦吼，嘛无遐简单啦。伊嘛是有一个组织法啦，内底有一个。有为人员的编制、预算的编制，啊，甲伊该当创啥的编制啦。我想可能是无，若要变动无正确啦，无正确啦，无遐简单啦。啊，历史建筑甲古迹，我毋知影大家知影因的差别无？就是即两种拢是爱保护啦，但是古迹啊吼，佫较麻烦，你若卡着一块砖啊啥拢袂使啦吼。哦，啊，但是历史建筑物也会当小可伫内底使用安尼。像阮台中教育大学的迄个行政大楼，就是历史建筑啦。哦，若变成古迹，大家就袂当伫内底用啊。对。啊，来，所来各有啥物想法无？来，会当欢迎分享，有无？机会难得。来，迄个梁光兄，请。我想要请教即个赵主贤啦，吼，你遐下日吼，用即个北管落去画遐吼，啊，你讲有迄个马字用汉字，遐个音吼，迄是几音阶哈，吼，啊，第二吼，我要请教的就是讲，除了咱遮较传统的即个话题吼，你搁落来，你的画作的方向是要行为倒一方面去啊？第一个你是讲北管的迄个音的迄个音阶是票？基本上换做西洋的，其实我无讲真，我是5度还是7度？西洋的是7度啦，啊，个传统是5度。可能毋哪5度，应该是我会记应该是毋哪5度，因为我对安怎讲，就是音阶的迄个概念无讲真了解啦，所以我可能较无法度回答你即个问题。嘿，啊，另外一部分刷来要安怎讲？刷来要安怎行？其实这嘛是一个我家己也咧想的问题啦。嘿，这就是我即摆也咧想，也无法度正面卡来回答。嘿，差不多是安尼。搁 follow up 一下吼，像讲即摆伫恁即辈啦吼，伫恁即end的画家吼，
恁敢有家己成立一个画会，还是啥物款？恁想法较共款诶，较台派诶画家，恁敢有家己成立一个画会？无。迄个，出来迄个美玲姐啊，有要讲话晓，嘿。嘿，我要甲即个阿田教授讲吼，即个疫情当中，我有对台湾收到真侪摆册，吼，就是人寄册来互我拢会使，吼，所以你头拄仔讲包裹袂使，我毋知影你的意思啦。那敢若讲，我会哪种回应？敢若我若一本一本寄无问题啦。你若讲寄一个大包裹，迄我毋知影。我住喺加拿大，我住喺你屋头啊。我希望讲要爱你的册吼，但是我想讲你是毋是搁探标清楚吼？啊，无你会使用DHL 迄私人的吼，会使吼。你的预算有几落会使？啊，若无我会使家己付款，安尼好无？搁试看卖，阮搁转来试看卖咧，吼。我即中间俱乐部都是拢寄来哦。好，无要紧，我搁试看卖咧，我搁确定，因为阮初步问是讲加拿大迄边的包裹袂收，啊，毋过你头尾仔讲嘛有理，若一本的话无的确，吼，一本一本寄，若无算包裹嘛有可能，吼。啊，若讲真正，各位吼有对台湾美术有关心，吼，阮用 DHL 来特别来送，迄经费阮甲试看卖咧，安尼，嘿。对，我意思是讲，万一若是讲，你的经费无稳准哦，我愿意家己出钱，请无要紧，迄个先各位甲地址哦，互信函收集，啊，信函甲寄一张 email 互我，一张迄落，啊，啥物人，我较叫下骹手的人吼，分别去试看卖，安尼好无？吼。哦。一个人一本尔啦，免去真济，一个人一本吼。是，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吼。请讲。单时间，嘿。单时期吼，你知影单时期无？陈子琪啦。啊，单时期我知，我要甲访问过，我的节目有访问过伊的孙。哦，对啦。嘿，我有访问过伊的孙啦。对，单时期是我的二姑丈啦。哦，是。啊，我节目有专辑甲伊报道，嘿。我要甲你讲，就是讲，阮兜有一张伊真早从头开始，还未变做野兽派的图，吼。迄是阿哥亲手送我的吼。但是吼，即马吼，我本来要献互台湾啦吼，但是有一个历史博物馆讲，即张可能是画啦。哦，所以我这有一个争议，我就要请教伊讲吼，我要用啥物款的方法来证明？我这是阮阿哥亲手互阮的啦，这敢有法度？这事后啦，我甲我的迄个 email 互你吼，啊，你甲相片，你翕的相片互我。我本身吼嘛做差不多有25档的台湾美术史的研究啦，吼。啊，迄个鉴赏，我本身吼，因为阮馆的吼，拢有咧收捐赠的，啊，所以阮拢有咧鉴赏吼，啊，所以台湾美术史的物件，我也普知影啦。我写超过10本册啦，所以你甲相翕好，吼，相翕啦，啊，用 email 互我，啊，我私下含你联络啦，吼，安尼好无？好，我甲你讲，安尼我叫吼侄子啦，吼，阮孙啊，吼。无要紧，这代志吼，咱甲私下解决，啊，信函主持人你来主持安尼，吼，无要紧，这咱私下较来迄落，嘿。好，无问题啦，吼。我去看，咱这个交流有足侪迄个疗伤未够，事先疗伤未够的状况嘛，拢足赞的啊，就是讲大家互相交流安尼。好，来，今日大家有问，好来，迄个Michael兄。是，感谢啊。真多谢吼，今仔日足精彩，啊，有若是合作足济，啊，迄个我一个重点是讲吼，我对南加州的甘仔县吼 ，Orange County， 我代表，我袂当代表，我是私人吼，啊，我迄个阿田馆长吼，安尼阿田教授遮尔啊诚意吼，我代表，毋是讲代表啦，是我吼
替阮迄个即个所在有一个，可能你以后吼会当迄个参考啦吼。啊，我若放落去迄个车进 room 吼，迄个信南教授头讲的吼，我有甲写落去吼，迄有一个迄个 link 吼，恁若系较主旨内底有吼，啊，这是一个迄个Taiwanese American 吼，台美人的迄个 archive 吼，伊即个地博士吼，他最近过身吼，啊，不过伊有私人创一个迄个特别的一个所在吼，收集即个台湾人伫美国吼，各行各业的迄个杰出人士吼，迄个资料吼，所以会当互恁做参考。啊，我是伊个想讲吼，阿田教授的迄个生意吼，啊，要用咱台湾迄个国家的经费吼，所以讲来当寄去迄个吼，迄个中心吼，啊，若袂当吼保留，我若有机会吼，明年等于台湾免搁再去迄个防疫旅馆吼，我较去甲你拜访吼，多谢。欢迎欢迎。你头拄仔讲的迄是台湾史料中心哈，台美人史料中心，但是即马即个地保店博士已经过身，所以即马转互迄个圣地亚哥哈，一个迄个即马由圣地亚哥的 University 哈来接管即个台美史料中心安尼，嘿，所以我头拄仔有写我的主旨，所以你若讲会当加寄一本互我，我会当摕去台美史料中心安尼，我做安尼拢麻烦信南老师吼，甲 QQ 啊，甲顺我甲来处理啦。好，安尼咱就伫迄个开讲室内底啦。好啊，因为咱时间真有限啦吼，我讲大家讨论到遮热情安尼吼，啊，但是咱时间真有限，咱剩的时间呢吼，可能剩请4位武担任嘛吼，最后用3分钟啦，本体讲5分钟，你嘛无时间，剩3分钟来讲一个迄个结论好无？就是讲吼，你有啥物最后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咱共款照即个顺序啦，对迄个主持人开始好无？来，3分钟。好来，头拄仔有人咧问讲，我看到消息有人问讲，迄个狮仔的造型啦，啊，我就伫遮分享，就是北管咧迄个演闹热时阵的队伍，伊个旗啊安尼啦，即个就是会看到即边即个是头旗啊，就是你会看到遮有一个狮，我北管就是旗啊，主要就是拢有狮，即个狮头安尼啦，吼，啊，这是较近的部分，嘛是头旗。啊，这个就是菜刀旗，嘿，就是一个膝盖啊菜刀共款，啊，这个嘛是，好，啊，这个是三角旗，嘿，啊，这个就是范将军，啊，伊会使看到就是伫后壁这边，吼，就是迄个高钱，我头拄讲的高钱，啊，这个是彩排，这个嘛是彩排，这是另外一个彩排安尼，啊，这个就是范将军。啊，这最后伫规队伍的上后壁有一个，这个旗仔就叫阿胖，吼，差不多是安尼，就是会使看到迄旗仔顶悬2号啊，啊有狮头啊，一个宝塔安尼，嘿，我差不多分享到遮。好，遮吼非常精彩的资料啦，吼，我想在座大部分的人，大概拢毋捌看过安尼，吼，毋捌看过，吼，真精彩。好，啊咧，阿田教授，请你3分钟。嘿，我嘛是要来讲我的报道美术馆，他们有一点仔歪楼啦吼，歪去迄本册去安尼啦吼，啊较歪去历史博物馆。我若做节目的时阵吼，我拢会滴一点帽啊，哦，这是阿田教授的造型啦吼，啊这嘛已经有 IP 啊，准备要上市啊就对啦吼，啊未上古市啦，啊毋过吼要用这个 IP 吼开始写台湾的。迄个美术史啦吼，啊，我嘛是要讲就是讲，对我来讲啦吼，我做台湾美术史这个节目吼，报道美术馆，我有几个原则，第一呢，包容，真正包容，所以我讲国语嘛会通，啊有个人啊感觉讲国语真正听到会插耳无要紧，讲华语嘛会通，迄个讲台语嘛会通，啊若讲什么语言我听有诶，我也讲啊翻译做台语，所以第一包容。第二正面，我的节目内底，我拢传扬台湾美术内底，吼，为什么含这片土地合作伙？啊，无论好诶歹诶，咱甲转化、升华，
做一款咱的美的精神。哦，第三正面，我感觉人性伫面对这个强权、面对压迫、面对残酷的时阵，我感觉总是有一款好的人性为艺术内底发展出来。所以呢，无论安怎的发展，我感觉透过艺术呢，互咱有一个正面的方式。哦，啊，所以对我来讲，宝岛美术馆是咧疗愈我家己啦。哦，啊嘛希望安尼和大人分享。啊，做得好无好，有艺术的价值无，我 I don't care， 我感觉做得爽快就好，多谢。感谢阿田教授啦，感谢。咱即摆续来请这个基祥老师来做3分钟的结论。我有2个观点啦，做结论啦。第一个因为梁公在甲我讲台湾文化复兴，你也知影复兴文化复兴是来自于土地和母语，因为要经过这2项，才会当恢复，搁会当互咱复原。伫这前提之下，我定咧讲需要台湾人自我的觉醒，因为金钱脱壳的时阵到啊，爱把握时机，尤其是当下，所以人民爱认同家己的即个土地。所以我要讲义无反顾，爱承担台湾人的历史责任。所以语言，伊是一种会当互咱女子安尼群族的力量，佮扮演伊个文化的觉醒，找倒有在地的意识和开创的冒险精神。搁来，咱勇敢的台湾人爱奋当然一向拢是咧奋战，追求台湾的主权、建国和正名中。但是我定咧想，就是目前咱上欠的2项，会当互台湾的精神、台湾人会当女子精神的力量的一个象征物。我讲，咱台湾人欠一支名因咱的台湾之名的旗啊，搁过来一首牵引台湾人灵魂的歌。真要讲就讲这是啥物物件？因为无可能讲定穿着迄个中华民国一支旗啊，当作安尼旗，搁过来袂当唱因的党歌，甲当作安尼国歌。第2点就是讲对岛民甲海洋之主的即个过程中，伫当今艺术人文创作上，上欠的是对海洋文化的探讨。想看觅，长久以来伫戒严的禁制之下，台湾人变成关伫即块孤岛内底，所以伫即个强权的专制压迫的制约之下，到今仔日既然是戒严了后，到今仔日改成搁对海洋改成搁看袂着，因为咱认为讲海洋是危险的所在。所以伫即个网络网际的所在，地球村之下，袂当搁变做一只孤鸟，因为海洋只上是一个海阔天空。既然是海洋之主，伊应该爱有迄个勇气，去解出按具有的自A，面对迄个自由的世界会当伫遐翱翔。海洋所连接的是世界的版图，所以爱拍开心胸，详细会听海洋的声音，所以海的呼唤声，在呼唤所有的海洋之主。这是我目前的结论，是针对当下，面对台湾的未来，我感觉这是咱上重要的任务，和咱爱打拼的角色。
好，感谢基象兄、基象老师这个真精彩的这个结论啦吼。海洋文化甲大陆文化是无共款的两个文化嘛吼啊，一个是面向海洋，一个是面对内陆安尼吼。好啊，其实林兴泰有一首诗啦，风景吼，就是诗人林兴泰嘛，伊讲啊吼。那个啥，伊华语的诗啦，伊讲防风林的外面还有防风林的外面还有防风林的外面还有防风林啦。啊，迄就是概念吗？就是概念啦。啊，最后一句就是讲，然而海以及波的罗列，然而海以及波的罗列，就是你看我禁啊吼嘛，禁袂掉迄个自由的人民自由的愿望啦吼。好啊，所以最后咱请迄个。文照先生吼，迄个文照老师来3分钟来做一个结论，好无？我请教吼，迄个咱即马我伫台湾安尼看吼，咱台湾即个你所讲的传统文化，尤其即个亚妈祖啦，啊，即个宗教的伊道教的做中心，即个中国文化吼，真侪人甲我讲。台湾人甲我讲，恁是中国人，我讲你安怎想？伊讲恁祖先安尼遐来吼，啊，恁妈祖嘛迄个中国神吼。我感觉即个过来咱台湾即个经庙，差不多拢是乌道的控制，啊，金的控制，是真容易互中国人利用中国，伊甲你收买，啊，甲你就讲即个演新标这种代志吼，啊，甲人家即种诶。这拢是做经庙做中心啊，甲台湾人，我是真感觉讲，恁这个要哪去解决伊中国人会利用这个伫印度无神的人啊，但是因有法度去做一个讲湄洲妈祖啦，你爱政治归宗者安尼，啊，这真混淆。我是讲，咱台湾人要哪建立新的家己的，咱这个毋是讲迄个文化是真要紧，但是。咱变做即马讲起是一个完全新的土地反的所在吼。我问讲土地反安怎出去，即个真要紧安尼吼。我安尼感受真深呢，因为我看安尼弄叫卡啊安尼，我毋是排斥宗教啦吼。我无排斥宗教，我是讲迄个做中心的是像咱咧讨论的是，足侪用迄个做中心。我感觉咱向前行是咱的目标吼，所以咱是要了解过去啊，要向前行的吼。啊，你若去做迄个研究，真深入的是毋是落到即个圈套安尼？哦，文照老师啦，我可能会当小可回应一下啦吼。其实咱吼，以前英国咱拢讲。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英国是安尼甲咱教的嘛，对吼？就是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所以台湾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马咱倒边来讲啦，吼，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台湾是海洋的国家，所谓的海洋的文化，海洋的国家就是讲，伊的文化会接纳、会吸收真侪种无共的外国的文化、外族的文化，啊，南做一个新的家己的文化啦。啊，伫南的内底啊吼，咱无必要排斥讲中国文化确实是有影响台湾文化，因为这是事实嘛吼，咱也无必要否认。但是伊是咱的文化内底其中一部分尔。咱嘛，阁有吸收到日本的文化，吸收到美国的文化，吸收到荷兰人的文化，吼，西班牙人，阁有咱家己的平埔族啊，吼，各种文化啊，这个文化共同产生出即马多元丰富的台湾文化安尼啦，吼，咱若有这个心头了定，我想这个文化的部分就袂去互逝去安尼吼，啊嘛无必要讲去否认历史的事实，吼啊，但是咱的主体性嘛会当顾咧安尼。嘿，若讲迄个什么乌道八市公庙这代志，这个另外较复杂啊啦，这都毋是咱文化人有才调去解决的问题啊啦吼，这毋是文化的战术哦。好，啊，今仔日啊吼，时间啊吼嘛拄啊好啦吼，就是讲吼，咱的时间是10点开始到台湾时间10点开始，12点结束，啊，即摆时间拄啊好吼，非常的感谢各位先进的
就是参与啦，大家其实我想有自头到尾参加拢学着足侪物件的，感谢大家，等下咱若结束以后，想要留落来开讲，会当继续留落来开讲啦，要甲中教台语系1年的学生提醒一下，恁当然爱甲恁。听这2点钟以后，印象上深的是啥物所在？你有啥物感想？写伫迄个写简单的回应，交伫咱 FB 群组的迄个留话内底，迄个就是后礼拜上课以前，咱拜一无上嘛，搁一个礼拜上课以前爱交，好，安尼今仔就感谢大家，咱的会议真感谢。你要宣传一下后礼拜的迄个颁奖的物件无？来。迄个真感谢遮个艺术家来即个台湾文化论坛来讲遮。